Hello，大家好，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一個中國傳統工藝，就係我哋嘅折扇。咁講到折扇，相信大家都唔會陌生，可能會喺啲古裝劇、影視劇或者一啲傳統文化嘅場景裏邊見過佢嘅身影。好多人以為折扇係一個源自於中國本土嘅工藝品，但事實上，折扇嘅出現係一段跨越千年、融合中外文化嘅故事。折扇最早源自於日本同埋高麗地區，喺北宋年間正式傳入中國。喺折扇出現之前，中國古代一直以團扇為主流，而折扇可以自由開合，體積小巧，憑借佢極高嘅實用性，因此深受當時皇宮貴族嘅喜愛。你又知唔知道，而家隨處可以買到嘅折扇喺古代曾經係一種奢侈品？發展到明清兩代，迎來咗折扇最巔峰嘅時期。明代嘅永樂皇帝非常喜愛折扇，更加作為賞賜送俾臣子同埋文人。逐漸，折扇成為咗文人雅士嘅身份象徵同埋日常用品。書畫藝術與折扇完美結合，無數文人中意喺折扇上面題詩作畫，令到折扇徹底擺脫咗單純嘅實用價值，升格成為咗兼具藝術價值、收藏價值同觀賞價值嘅珍貴工藝品。而隨住本土工匠嘅不斷改良，呢門技術慢慢普及，到最後無論係貴族定係民間百姓，折扇都成為咗必備嘅飾品同埋日常用品。了解完折扇嘅歷史之後，我哋都嚟聽下關於折扇嘅匠心之美。首先係扇面，呢個係折扇嘅靈魂所在。常見嘅扇面材質分為宣紙同埋绢布兩種。宣紙扇面質感溫潤，非常適合水墨書畫，有更加豐富嘅層次感，亦都係文人折扇嘅首選。绢布扇面更加堅固耐用，色彩保存時間更長，適合長期收藏觀賞。扇面嘅書畫創作更加係決定咗一把折扇藝術價值嘅關鍵。其次係扇骨，作為折扇嘅骨架，佢直接決定咗折扇嘅手感同埋紋樣。普通折扇會使用竹、木等基礎材料，而高階嘅收藏級折扇就會選取檀香、紫檀、枯木等名貴木材。極致嘅工藝甚至會使用稀有嘅材料進行打造，每一處嘅打磨都極為講究。扇骨嘅末端叫做扇頭，有多種唔同設計，常見有圓頭、方頭、魚尾頭三種，最後會由扇釘貫穿而成。扇釘雖細，佢係成把扇運轉嘅關鍵，長短粗細都會影響到開合嘅流暢度。看似輕巧嘅一把折扇，背後卻係極其繁雜嘅製作工序。一把純手工打造嘅精品折扇，需要經過製骨、打磨、裁折、糊面、雕刻等上百道繁瑣工序，成個製作周期非常漫長，極其考驗手藝人嘅耐心同埋功底。呢門流傳千年嘅傳統手藝喺現代社會當中，正面臨住非常嚴峻嘅生存困境。這個金陵折扇製作技藝呢，相當於是人民政府申報，被列入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折扇嘅學習門檻好高，現代年輕人唔願意花大量嘅時間潛心鑽研，大量獨門製扇嘅工藝正面臨失傳嘅風險。與此同時，喺電風扇、冷氣普及之後，折扇原本消暑納涼嘅功能已經被完全替代。好少人會主動去了解呢門傳統手工折扇嘅工藝，唔通呢種千年歷史嘅中式折扇真係會慢慢淡出我哋嘅生活？最大的工人現在目前已76歲了，我想呢，作為非遺保護應該講說至上藝人呢甚至必須要有一點所謂的講的現在流行的叫工匠精神，他追求的就是對這個生產工藝的熱愛，對這個工藝的奉獻。通常講是熱愛工藝，這個工藝奉獻於工藝，專一於工藝。其實傳統從來唔會過時，只要我哋可以揾啱傳承嘅方法，折扇仍然可以喺現代嘅社會當中展現佢嘅價值。我哋唔應該再將折扇單純視為納涼嘅工具，而係要將佢同國學、美學、漢文化、書畫藝術相結合，令到折扇成為一種潮流嘅文化符號，走進新一代嘅生活當中。喺保留傳統手工製作工序嘅基礎上，我哋都可以試下融入現代審美，可以喺扇面上邊加上啲城市風景、動漫等傳審元素，令到古典折扇適應現代人嘅審美喜好，打破傳統同埋現代嘅邊界。同時開發折扇嘅文創產品，令到千年傳統工藝可以走進大眾嘅日常生活。傳統文化嘅傳承從來唔係一成不變嘅固守，而係不斷創新成長，將呢份獨屬於折扇嘅風雅能夠一直流傳落去。